我是陈淑君。先开始来看，虽然风台已经离开台湾，也毋过继续受到低压带影响，佮加上过道的对流分系发展真旺，昨下晡有真侪所在下大雨，大病院的分林分院的好尾病院嘛，因为落大雨，造成排水管破去，水就对天棚渗落来，病院是赶紧疏散病人哦。第二栏昨暗嘛是落大雨，所有有真侪邻家厝拢淹水。第二线东山乡上白路段，昨嘛因为积水水量要淹到汽车的轮啊，所以有一段时间是暂时封起来。雨实在有够大，第二线滨海公路160公里宜兰东线路段，水淹到一个车轮才悬，车若要过，速度拢爱放慢。上北方向这边的路也把封起来，无法度过。受到低压带影响，再加上过道了，对流分系发展正旺。吹到暗，宜兰落雨大雨，所有几落雨明体，水拢淹到厝内去。相关的是都淹到这个位啊，冰心就较车来，这冰心这拢淹起来。较早毋捌淹水，唔捌。民众讲，可能是徛紧头前的工程，造成雨水排袂出去，淹到厝内。所有店长讲，店上有几落雨淹水。有可能是停车场做好了，雨水拢流到地势较低徛喺内面。因为较早遐是算讲菜较低，即摆因为迄个停车场做起来，做比那个我看高了大概50公分高啊，所以那个水拢渗入迄个本来的住家。是，因为雨来了正急正猛，所有东山、大同甲南澳。伫3点钟久内就落超过100毫米的雨量，东山乡有一个铁基路下界涵洞，因为雨伤大，消土袂赴，淹水无法度过。有民众因为看袂清楚袂过的大洞啊，掉伫咧内底，好佳在人平安，车柄也拖出来。雨水袂输敢若瀑布同款，自天棚一直下来。在边院、分林分院、好尾院区的门诊区，虽然尾暗4点外，也因为雨伤大，排水管水压伤大，细弯的所在憋气，水拢流出来。天棚的轻钢架啊，拢规个放来，规间拢淹水。有局部的门诊受到影响，对，那我们第一时间就先疏散，因为我们病人的安全还是最重要。我们在最快的时间动员以后，找到了出水口，已经达到止水之后呢，我们就赶快启动抽水，把水抽掉。医方表示，有部分门诊的作业受影响，暗时已经慢慢恢复看诊，会利用暗时受理水管，估计找一个门诊会当恢复正常看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